你可能再唔想食麵包啦。麵包隱藏嘅真相，首先麵包點解會令人上癮呢？關鍵就係呢個麩質裏面有一種蛋白質叫做麥醇溶蛋白，佢會產生類似鴉片嘅外啡肽效應。呢種物質能夠刺激身體釋放內啡肽，令到你感到舒服，減輕呢個疼痛，甚至增加呢個食慾。呢個就係點解喺餐廳總係先上一個麵包，食完之後你就會更加肚餓，想點更加多嘅菜，就好似鴉片成癮一樣啊！雖然唔係毒品，但係會令到你越食越多。再嚟，我哋傾下麩質嘅副作用。好多人以為只係有乳糜瀉先至有問題，但其實有非乳糜麩質敏感性更加常見，而且症狀係超廣泛嘅，腹瀉啦、腹脹、腦霧、疲勞、失眠、頭痛、焦慮、憂鬱，甚至自體免疫疾病、肝癬、皮膚炎、貧血、吸收不良，呢啲問題都可能係跟麩質有關㗎。好多人以為全穀物好健康，但係事實上現代嘅穀物被大量推廣，但係就帶嚟過多碳水同埋抗營養素，好似植酸啊，阻礙礦物質嘅吸收，加上健康洗腦。廣告話穀物係健康飲食嘅基礎，但係好多研究顯示，其實係產業資助嘅問卷，唔係嚴格嘅臨床試驗嚟㗎。試下一個星期完全唔食麵包、穀物類嘅食物，然後再食一次，比較身體嘅感覺有冇差別？好多人會發現腦霧變少，精力更好，腹脹消失，甚至係體重減輕添。如果你有上述嘅症狀，不妨先避開麩質嘅食物，改食天然嘅蛋白質、蔬菜、優質嘅脂肪，身體就會話俾你聽答案㗎啦。